台北市联合病院医护人员今仔日早起是伫和平园区开记者会，因讲卫福部是带头要来霸凌防疫专职病院，因为卫福部竟然要将当初拨予医护人员的这个防疫补助，总共是700多万，全部拢甲退回来。因那卫福部是讲，这桩案件其实要来审查，要确定符合资格才会拨款。 台北市联医医护人员伫和平园区的门口设置医疗专员医师的暗道举行祭拜，考试卫福部机关内乱，牺牲医疗人员的权益。因为医疗人员伫新冠疫情期间签领的防疫津贴，竟然互卫福部对缴，要求爱行752万。主要受影响的是急诊加专职病房的医师、护理师加清洁人员者的。 在疫情期间照顾到的那一些疑似确诊患者，他们就不是患者吗？我们就没有承担风险吗？工会代表指出，被逼对缴的津贴是110年4月到111年4月期间，也就是晚甲发生本土疫情期间。迄个时阵疫情快速加温，好亲像甲确诊病患快速增加，疾管署通知各病院，疑似病例无需要进行法定传染病的系统申报。啊，不过疫情过了后，医师是说伊疑似病例无通报，无被补助津贴，互医护人员感觉真意外。不管是剥皮疗，或者是我们之后成立的发烧筛检站的部分，所有病人疑似跟确诊的一律都有照顾到。你们如果说你们真的照顾的确实是 COVID 的疑似病例，那么法传这边就是让你补传进来，因为我们津贴的核发，是有一定的规范，我们必须还是要在这个规范的符合的情况下去进行核发啦。对这样代志，卫福部医师是讲，绝对无霸凌专职病院。目前本案也搁伫申复阶段，预定8月中完成复审，若做符合资格，就会核实颁付。记者综合报道。